自2026年8月24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主前爱说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何西阿书十一章第19、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何西阿书第11章。上主讲：以色列细汉的时，我就疼伊。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。我若叫因若走开，因甲别日献祭，对偶像烧香。我牵以法莲的手，教因行，毋过因毋知我有医好因，照顾因。我用慈悲的手，仁爱的带牵因。我对因的颔棍举开因的担，压落去养饲因。因毋肯转来我遮，安尼因一定会阁倒转去埃及，互亚述王统治。战乱会临到因的城，毁坏因的城门，破坏因的计谋。我的子民坚决背叛我，安尼因叫天，天袂应。以法莲啊，我哪甘去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互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嬷对待你，亲像对待细扁？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我袂发出猛烈的受气，袂阁毁灭以法莲。因为我是上帝，毋是世间人，是伫恁中间至圣的上帝。我袂阁对恁发受气。上主会亲像狮在吼，伊的子民会跟对伊，伊一个吼，因就摇摇带对西边赶来。因会亲像七鸟摇摇带对埃及飞来，亲像粉鸟对亚述赶来。我要互因住伫家己的厝，上主安尼宣布。以法莲用白贼，以色列家用盔甲包围我。犹大嘛背叛上帝，对神圣的上帝无忠实。主前爱说。每当甲囡仔行伫路呢的时，我拢会提醒讲，伫遮毋是公园和运动场，莫胡白走。安尼真危险，若是出意外，安怎哭拢袂赴。虽然有真侪遍前例，囡仔人行咧，也是会走来走去，我着大声喊囡仔的名，提醒小心注意。面对囡仔人毋听劝诫，身为照顾者难免会受气，也是厌烦。但是因为疼惜囡仔的性命，阮犹原会为着保护伊，就继续喊叫伊的名。我对做人老爸的心情，小可会当体会上主对以色列人的情感。对何西阿的婚姻历程，搁较通了解上主心中毋简单是只有疼惜，搁有真侪不为人知的疼痛。面对以色列人的背逆，公义的上主本通照律法的标准，轻松将因划分做歹人甲义人。但是对上主而言，惩罚也是审判以色列人，并毋是彰显公义的问题若定。上主实在恶意忽视伊和以色列人的关系，因为伊甲因当作家己的囝儿，对埃及带出来。申命记第8章40到50记载，这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恁的骹嘛无碰拍，恁就知上主恁的上帝管教恁，亲像人咧管教伊的囝儿。
当镜头活转来何西阿书，咱通对上帝的视角看到伊的心痛。我看以法莲的手教因行，毋过因毋知我有医好因，照顾因。上主用诸情爱色牵带以色列人，结果因却毋肯归向伊。经文呈现上主细腻的情感与关爱，也互咱看见伊的痛苦。这上款是何西阿所经历的痛，拄亲像已故歌手张雨生所唱的歌：我上深疼的人，伤我却是上深，互人无助的深刻，点着一盏灯，温暖我无悔青春，烧尽我所有无完的认真。人往往因为痛感觉遗憾，但是也伫遗憾的中间体会到盼望。深受挫折与伤痛的上主，也鼓励何西阿莫选择放弃痛。由此可见，上主甲信仰群体的互动是富有情感的，既有亲像情人之间的爱情，也有亲像亲子之间的责任。安尼的互动意义层层相塔，毋是伫交换式的表面互动所会当比拟。犹太rab比赫瑟伫先知神学册中讲的，正做一位先知，意味着互家己的关切等同于上帝的关切。拄因为有丰富的情感，也互咱对上主的情感与心意会当产生共鸣。搁思考上主对咱的呼召与启示，究竟带来甚物款面？对这体会与迄丰富、搁细腻也永恒不变的慈爱，愿咱互上主的诸情爱色牵带，时时行伫伊喜悦的道路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关切上主所关切的事？对伫世界各地的新闻，我安怎平衡观察与反应呢？我是毋是关切上主所关切的事？对伫世界各地的新闻，我安怎平衡观察与反应呢？咱同心来祈祷，某怜悯慈爱的上主，感谢你无放弃我，因为我是你所造和所爱。你知影我的能耐，也深知我真实的需求。求你甲我同行，互我一生袂孤寂。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